哇！大馬有咁多華人嘅，仲有咁多美食，喺杭州我從嚟冇見過喎。大家好，我係俊豪，喺吉隆坡打拼差唔多1年啦，好開心今日可以同大家傾下偈。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幾有趣又令人印象深刻嘅故事。前幾日我哋中國杭州總公司有位女同事 Wendy 過嚟吉隆坡分行。開3日會，難得佢遠道而來，我就帶佢體驗下我喺馬來西亞呢度嘅日常生活。其實 Wendy 一開始呢，佢對馬來西亞嘅印象都係麻麻地啊，有少少嘅誤解，就係覺得馬來西亞應該落後中國好多。歡迎 Wendy 揾到我哋杭州吉隆坡第2分行。喺吉行我感受到公民好意識。對唔住，馬來西亞嘅觀眾朋友，一般嚟講，國內對馬來西亞嘅認識係缺乏嘅，甚至帶少少懷疑，覺得我哋呢度嘅秩序同管理未必有杭州咁好。第一日放工，我帶佢搭 MRT， 喺車站等 MRT 嘅時候 Wendy 好驚訝，咁睇住成排大馬人排得長長地，冇人衝入去或者出現打尖，或者大聲嗌同亂咁推人哋嘅。我好 surprise， 大家乖乖排隊等緊嘅。喺吉隆坡個個都好自律咁跟順序等 MRT 車門一開，出面嘅人會自動退開兩邊，讓車入面嘅乘客出咗嚟先，然後先至好有禮貌咁依次序入去。喺國內出現打尖，有人衝入去 MRT， 或者大聲嗌同亂咁推人哋嘅情況，係中國嘅一線城市真係唔出奇嘅。Wendy 當時就同我講：哇，呢度啲大馬人排隊真係好有秩序，完全唔使搶。大馬人排隊真係好有秩序，完全唔使搶。喺國內出現打尖，有人衝入去 MRT， 或者大聲嗌同亂咁推人哋嘅情況，係中國嘅一線城市真係唔出奇嘅。其實大馬人佢哋係點做到㗎？咁有文明質素嘅。喺呢幾日嘅行程入面，我哋去咗餐廳、大排檔食飯買嘢，仲去埋好熱鬧嘅夜市。大家都知夜市平時人山人海，行路都逼到爆，但令人佩服嘅係，就算喺咁逼嘅地方買嘢食或者俾錢嘅時候，大家都係乖乖地排隊，冇人打尖，亦都冇人因為等得耐而發爛渣。餐廳入面都係喺吉隆坡，我感受到公民積重，會仲其他得耐性。大家講嘢會自然咁收細聲，顧下身邊人嘅感受。哇！大馬有咁多華人嘅，仲有咁多美食，喺杭州我從嚟冇見過喎。Wendy 話佢好開心，杭州總部俾咗個機會佢嚟吉隆坡參加3日會議。透過呢次會議，佢重新發現咗馬來西亞，特別係 KL 呢個真正充滿活力嘅城市。最令我印象深刻嘅係我哋喺街上遇到無論華人、馬來人定其他族群，個個都好友善、好有禮貌。佢哋令我覺得好輕鬆，不知不覺就慢落嚟，唔使再咁急。我想多謝俊豪同攝影師 Maxwell 錄咗我3日旅程嘅影片。轉下眼 Wendy 喺吉隆坡嘅3日行程就圓滿結束啦。今次帶佢行咗 KL， 佢話估唔到大馬咁好玩，有咁多好食嘅廣東粵菜。最開心嘅係，佢話已經計劃緊今年聖誕同除夕，要帶埋老公同小朋友一齊再嚟吉隆坡度假添。睇得出佢真係玩得好開心。唔知大家睇完今集對 Wendy 呢趟大馬之行有咩睇法呢？或者你哋有冇咩美食景點想推薦俾佢下次嚟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鍾意今集影片，記得幫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終於都安全抵達杭州蕭山國際機場，終於返到杭州啦！呢3日嘅吉隆坡之行，真係完全顛覆咗我嘅想象。
本身以為只係普通嘅跨國 meetings 會議，點知驚喜一浪接一浪。估唔到吉隆坡嘅飲食文化、語言，甚至嗰種濃濃嘅廣府風情，都同我哋咁相似，感覺好親切。最震撼我嘅係大馬多元文化嘅包容性，同埋佢哋返工嘅文化。喺吉隆坡，大家實行5日工作制，週末完全係屬於自己同家人嘅時間，除非有極緊急嘅事，否則絕對唔會加班。呢種重視 work-life balance，冇國內嗰種996甚至997嘅生活方式。對比返杭州嘅節奏，真係俾咗我好大嘅反思。講到呢度，我真係覺得真係百聞不如一見。以前聽人講都唔信㗎，我極力推薦國內嘅朋友一定要親身去一次馬來西亞，你先會發現原來呢度隱藏咗咁多寶藏同驚喜。所以呢，我已經同屋企人商量好，打算今年聖誕同除夕帶埋我老公同2個小朋友一齊再嚟吉隆坡度假。比起杭州冬天得嗰3度，凍到離譜嘅天氣，大馬溫暖嘅陽光同節日氣氛，真係太吸引啦！希望到時可以再同大家分享我哋嘅家庭之旅。我哋好快就會再見面啦，拜拜。